修建長城嘅人。呢篇文章靈感嚟自德國作家卡夫卡嘅一篇短篇故事。故事提到中國為抵禦北方野蠻民族嘅入侵，興建萬里長城。由於工程龐大，設計師將長城分段建設，工人們每日只係喺城牆上搬石頭，冇辦法睇到成果，甚至唔知建造嘅目標，只係日復一日咁工作。管治者話俾人哋們知，北方敵人強大，若果唔興建長城，將會面臨滅頂之災。然而工人們從未見過入侵者，甚至唔確定佢哋係咪存在。更有趣嘅係，好多工人嚟自南方。北方嘅入侵對佢哋嘅影響唔大，即使喺21世紀，人類生活嘅地區仍然佔全球面積嘅極少部分，但工人仍然被告知必須努力興建長城。呢個故事引人深思，讓我哋反思人生與工作嘅意義。好多時候，我哋嘅工作嚟自上司，佢哋常用誇張或者恐嚇嘅方式嚟激勵我哋，強調努力工作嘅必要性。近年嚟，互聯網助長咗各種陰謀論嘅出現，導致啲人之間嘅信任降低，恐懼感更容易被利用。了解工作嘅意義至關重要，因為佢能夠維持我哋嘅動機同動力。然而，我哋需要警惕呢啲所謂嘅工作嘅意義係咪真實存在。作為高等生物，我哋同新界嘅牛唔同，後者每日喺田中耕作，只需要農夫提供足夠糧食，便滿足其生命意義。如果我哋全盤接受上司嘅講法，努力工作卻唔思考背後嘅意義，咁我哋同新界嘅牛又有何不同？筆者認為了解工作意義有兩個好方法。首先，多閱讀唔同類型嘅書籍，呢個係有效吸收知識嘅方式。巴菲特嘅搭檔芒格曾經提到，成功人士都具備閱讀習慣。雖然每個人嘅時間有限，但透過閱讀，我哋能擴展視野。香港擁有豐富嘅圖書館資源，大家可以免費借閱大量書籍，關鍵在於是否願意投入時間。其次，對於經濟條件較好嘅朋友，可以考慮多旅行。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旅行能夠讓我哋睇到同新聞報道不同嘅世界，重塑三觀。透過親身經歷了解世界，呢個係口耳相傳，無法比擬㗎。而家大家要思考，想成為新界嘅牛，定係做一個精靈活潑嘅人呢？年輕人加油！